縱使黑暗，仍見光明。香港盲人律師陸耀輝 Joy Luck 的人權奮鬥之路。一引言，以盲眼洞悉時代黑暗的勇者。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人權鬥爭史上，有一位名字不能被遺忘，陸耀輝 Joy Luck。Joy Luck 作為香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失明律師，他不僅以自身殘障身份衝破重重障礙，更在民主運動的洪流中站上最前線，用行動守護人權與公義。儘管面對極大壓力與傷害，他始終堅持信念，誓言在加拿大重啟法律之路，成為一名合資格律師。Joy Luck，香港首位也是唯一的失明律師，以視障之軀投身於民主抗爭與人權倡議，成為香港及流亡社群中的一盞明燈。他不單是法律人，更是一位社運者、教育者、見證人。從香港到加拿大，他堅持發聲，堅守信念，不畏打壓與放逐。這是他一生的見證，縱使黑暗，但他仍能看到曙光。而家庭背景，出身基層，逆境自強。Joy Luck出生於香港新界元朗一個普通家庭，父親是50年代從中國偷渡至香港的難民，擁有國民黨黨籍的祖父當年帶着一家逃離共產極權的魔爪。他自小耳濡目染家族對自由與信仰的重視。家庭成員中，他與二子均為大學畢業，但其餘兄子則早早輟學。他在深光盲人學校就讀，少年時便失去大部分視力，在生活起居及學業上需克服極大挑戰。在深光時期，童年充滿對未來的無力與迷惘。雖然雙眼看不見光明，但他的心中從未熄滅過對知識與正義的追尋。經過艱苦努力，他取得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士學位，並於香港大學修畢人權法碩士課程，後來成為香港高等法院認可的執業律師。這段求學路程比常人艱辛百倍，但他以頑強毅力戰勝種種不公。儘管面對視障、貧困與社會偏見，他從不自怨自艾，反而早早立志透過法律改變社會。他說過：我們雖然是盲人，但不是無能者。三、法律之路，為弱勢發聲的信念。Joy Luck於2010年正式獲香港律師會發出執業證書，成為香港僅有持牌盲人律師的他，在執業前後服務於平等機會委員會、社會企業及律師事務所，專注處理殘疾權益、勞工保障及反歧視案件。在香港法律體系中，失明者在實務操作上幾近寸步難行。Joy Luck必須利用熒幕閱讀器、點字機和語音系統逐頁掃描文件、默背法條，為求應對庭上突如其來的質詢。他曾坦言，打官司對他來說如攀高山，但如果不做，誰來為我們發聲？四、抗爭之路，黑暗中的自由戰士。Joy Luck早於1997年即加入香港民主黨，並持續參與各項社會運動，包括2003年7·1大遊行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；2009年高鐵運動，在立法會前靜坐抗議；2014年佔領中環雨傘運動，於金鐘露宿39晚；2019年反送中運動，他作為抗爭現場的法律支援者與行動者，以失明之軀走進催淚煙中，協助示威者逃離，尤其在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圍城現場時，他經常攜帶擴音器在現場實時報道警察布防狀況，透過耳機收聽 Telegram 和網絡直播，並在社交媒體發出警告，多次冒着生命危險站在警方與示威者之間，阻擋暴力鎮壓。他曾被毆打至肋骨骨折，遭胡椒噴霧近距離攻擊，被警棍擊倒。他的身影經常出現在新聞畫面、外媒報道與社交媒體上，成為2019年民主運動中令人難忘的象徵人物。儘管身為盲人，Joy Luck堅持走上最危險的地方，用大聲公向市民發放法律資訊，協助年輕示威者了解權利。他甚至冒着催淚煙與警棍暴力，協助其他人逃離圍捕區域，屢次親身受傷，包括肋骨骨折、眼睛受傷等。五、面對打壓、警暴與精神煎熬。在香港，Joy Luck曾多次遭受警方暴力，包括催淚彈攻擊、胡椒噴霧、被推倒及毆打等。他的2次正式投訴警方暴力均無結果，反而使他成為警方監控和騷擾的對象。失明使他在面對恐嚇時更加脆弱，長期精神壓力導致健康惡化，最終不得不做出艱難決定，離開自己熱愛的家鄉。6、難民申請獲批，逃亡與肯定。2021年12月，Joy Luck離港赴加，並於2022年12月獲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認定為聯合國難民公約下的公約難民。這是對他所遭受政治迫害的正式肯定，原因包括他長期公開反對國安法及中共治港政策，參與並支援多項高風險示威行動，被香港警方多次暴力對待、監視與恐嚇。他身為公眾人物，媒體廣泛報道其行蹤與政治立場。他的視障身份使其在被捕後難以保護自己。判詞指出，他因其實際及被推定的政治立場而面臨嚴重的迫害風險，返回香港將可能被國安法起訴、監禁或失蹤。7、加拿大的新生活與新目標。
於2022年獲得難民庇護身份後，他並未選擇隱居避世，反而持續投身於海外港人社群的抗爭行列。他在多倫多出席各大講座、遊行，揭露中國政府在加國的滲透與人權侵害問題，並公開表達對香港局勢的關注。他曾在多倫多大學及多倫多都會大學（前稱瑞爾森大學）作為嘉賓講者，分享殘障與人權議題，同時積極遊說加拿大國會議員，推動關注香港人權狀況的立法行動。他亦曾於多倫多參與以下行動：出席多場反對北京冬奧會的抗議，擔任多倫多都會大學、約克大學等講座嘉賓，發表文章，縱使失明，但我仍能看到曙光。獲 Citizen Power for China 刊載，成為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成員之一。曾獲邀與國會議員會面，分享中國影響力如何在加拿大滋生。2024年，他成功考入多倫多大學法學院，期望畢業後通過 NCA 考核，再考取加拿大律師資格。他立志為本地弱勢社群發聲，尤其是移民、難民與殘障人士。國際貢獻與人權倡議者的定位。Joy Luck並不僅關心香港，他亦投身於國際人權倡議，推動全球關注中國政府對自由的打壓。他與國際組織如香港觀察 （Hong Kong Watch）、無國界記者 （RSF）、國際殘障人權網絡有合作聯繫。他強調，香港事件並非孤立，而是中國擴張極權的一部分。西方民主國家若無警覺，未來亦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。他曾指出，我們不是只為香港抗爭，是為普世人權站立。結語，照亮他人心靈的盲者之光。Joy Luck曾說過，即使我是失明人，但內心仍能看到微弱的光芒。這份信念支撐着他在極端困境下仍不放棄。他深信民主與人權的價值，即使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。他以自身經歷向世人證明，即使身處黑暗，也能成為他人的光。Joy Luck的故事是一部現代版的盲人摸象，但他不是胡亂摸索，而是憑着堅定信念揭示社會盲點。他的故事提醒我們，失明不是軟弱的象徵，而是一種看見真相的方式。他是黑暗中的導盲者，是法律與人道主義的倡導者。無論未來能否在加拿大成為一名執業律師，他已是我們心中不折不撓的正義代言人。正如他自己所說，如果一個失明的我都可以看見希望，那麼活在痛苦中的人也一定能看見黎明的曙光。寄語，Joy Luck的故事是黑暗中最耀眼的一道光。他用行動證明，勇氣與信念可以穿越恐懼，堅持與希望可以戰勝絕望。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加拿大，他都以一名失明律師的身軀，書寫着屬於自由與正義的篇章。未來，他將繼續以無聲勝有聲的力量，照亮更多人追求公平與人權的路途。